当作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好天。那明仔会变寒哦，咱同齐来看温度。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，日时的温度会小可较热较温暖。各地高温有27度至30度，晏到暗时会感觉较凉，低温是19度至22度。今仔日伫西半部早暗的温差真大，今仔日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尔。要提起乡亲的是，暗时有一波锋面会瓦紧，西北部、东北部今仔日半暝会开始落雨。若明仔锋面通过，加上冷气团落南，温度会明显下降。礼拜一时，北台湾上低温敢若12度至14度尔，其他所在温度嘛无悬，只有14度至17度。若伫桃园以北、东北部拢是雨来，其他所在会落地阵雨。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后礼拜一的透早，所以这段时间乡亲一定要穿好少。